買機票之前又先清瀏覽器蓋取。如果你到正日都仲信緊呢個所謂嘅網絡傳聞，以為清一清曲奇就可以買到平支票，咁你真係太天真啦！其實你一早就被航空公司個大數據系統盯到實一實，甚至一早將你當成大仔嘅肥羊。今日我哋要同大家一針見血咁拆解航空公司背後最核心嘅動態定價利務。點者你越查機票就越貴，點者同一個航班，你同朋友喺同一個客廳用同一個 app 查出嚟個價錢可以差幾百甚至上千元港幣。最重要嘅係，我會一次過激怒4個航空公司最識血、最瘋狂掠水嘅黃金時間。只要你避開呢4個時間點，以後買機票就無使再墮大水魚，分分鐘一程機票幫你簽埋只玩日本溫泉旅館嘅房錢。好多人每次見到張機票貴咗，就第一時間話：哎呀，就係因為我啱啱查過個網站記住我，所以特登加我價，等我開個無痕模式或者清咗個 cash 先。我同你講，呢個真係好大嘅誤會。依家係2026年，航空公司嘅 IT 系統同人工智能大數據早就已經進化到你想象糊到咁恐怖。以為清咗 cookie，佢就唔知你係邊個。其實航空公司根本唔需要靠 cookie 嚟加你價。依家航空業用咁嘅叫動態定價系統，背後係靠超節電腦運算，影相機票價格嘅真正原因叫做艙位控制。一架飛機由精子艙、商務艙到頭等艙，表面上睇落好簡單，但實際上光是精子艙入面，航空公司就會將佢細分成10幾個甚至20幾個唔同嘅子艙位。行內人叫 Fare Class， 通常用英文字母好似 Y、B、M、H、Q、V 咁樣去代表，每個英文字母代表一個價位。最平嘅 V 艙可能只有10個位，賣完之後系統就會自動跳去貴手手嘅 Q 艙。當你在線查機票嘅時候，你覺得價錢升咗，唔係因為個系統針對你個人去加價，而係喺你猶豫嗰幾分鐘裏面，全香港甚至全世界有幾十人同時入咗去呢個航班嘅系統，將最後幾張最平嘅子艙位機票鎖定咗，或者直接付款買咗。系統一偵測到最平嘅艙位冇晒，就會自動向上跳出下一個價位。所以你就算看了幾十部電腦，清了幾百次快儲，開咗幾萬次無痕模式，只要你個平嘅艙位賣晒，你看到嘅價格都絕對冇會跌返落去。而且航空公司想盯緊你，根本唔需要靠你部電腦嘅快儲。當你登入咗航空公司嘅會員賬戶，或者你輸入咗護照名、出發日期，甚至乎系統透過你部手機嘅 IP 位置，知道你係由中環、尖沙咀定係旺角越往，佢就已經知道你個消費能力同埋出遊意願。大數據真正還嘅係預測整體市場嘅需求。智人清快儲冇用，咁點樣先可以真正買到平機票？答案就係要同航空公司嘅大數據系統鬥智鬥勇，摸清佢哋嘅定價心理學。最有效嘅方法就是徹底避開航空公司設計嘅4大黑學時間。第一個最適合嘅時間就係星期五夜晚到星期二深夜。好多香港人平時返工忙到隻狗咁，由星期一餓到星期五，日日低返星期六日先有時間坐定定，同另一半或者屋企人商量下去邊度旅程。當大家都放假，齊齊喺星期六日開電腦開 app 查機票嘅時候，航空公司嘅大數據系統就會瞬間偵測到搜尋量大爆發。當系統發現某個航線，例如香港去東京、香港去提比或者曼谷嘅搜尋量喺短時間內飆升，系統就會判定呢條航線依家非常之搶手。大數據邏輯好簡單，供求關係，既然有咁多人搶，我點解又平賣？於是系統就會暫時鎖定平價嘅艙位，或者直接調高現有艙位嘅價格。所以你往往會發現星期六日睇機票通常都貴到飛起。如果你想避開呢個搜索高峰期，最理想嘅買機票時間其實就係星期二同星期三嘅深夜或者清晨。點解？因為星期一大家啱啱返工，成班管理層忙住開會，航空公司嘅市場部同埋定價團隊通常會喺星期一檢視返過去一個星期嘅銷售數據。如果發現某啲航班嘅月載率唔夠，佢哋就會喺星期二凌晨或者周早釋放出一批平價嘅艙位嚟刺激銷量。到咗星期二、星期三，大部分返工族都忙緊處理公司的公事，根本冇先思佢去旅行資料。整體搜尋量係一個星期裏面最低嘅時候。呢個時候你越去買，大數據系統處於一個求價嘅狀態，自然最容易俾你買到最划算嘅機票。
第二個超長施術時間就是出發前的14日之內，特別是出發前的最後7日。坊間經常流傳一個好偽善嘅講法，話最後1分鐘買機票會最平，因為航空公司驚裝機位嘥咗，所以會最後關頭賤賣。同你講，呢個觀念喺10幾年前或者行得通，但喺今日嘅航空公司定價策略裏面，呢個做法簡直係自己笨。依家嘅航空公司早就摸透咗消費者嘅心理，會喺出發前最後10幾日先至極極搞買機票嘅人，主要分為2大類。第一類係有緊急突發商業公事又處理嘅商務客，第二類係屋企有突發事情或者一定要喺特定日子出發嘅激客。呢2類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無論張機票幾貴，佢哋都一定要買，而且冇得揀。航空公司嘅動態定價系統，只有一見到出發日遲臨近，但機位仲會爆滿，佢唔單止唔會減價，反而會將流返落嚟嘅少數機位全部調出最高昂嘅全額倉位，因為佢哋知商務客開工數幾貴都就俾，而真正想旅程嘅人，如果臨極報復搞，亦只能含淚任人宰割。所以如果你無係有咩突發事情，千祈無後賭博食咁等，最後1分鐘。一般而言，買短途機票最佳嘅時間係出發前嘅60日到90日，而長途機票就應該喺出發前嘅4個月至半年前就開始部署。第3個適期時間係好多香港人都會踩中嘅陷阱，就係香港本地公眾假期同埋長假期嘅旺季。你可能會話呢個邊個唔知啊？復活節、聖誕節、農曆新年出遊梗係貴啦。但大數據系統高明在，佢唔單止係喺假期嗰幾日加你價，佢連你預期放假嘅前後日子都一早計好晒。香港人最中意玩咩？最中意玩請我送虎、請山送狗呢啲請假攻略。當政府一公公新一年嘅公眾假期，全香港嘅打工仔就會開始瘋狂研究點樣用最少嘅大價出放最長嘅假期。你以為自己好聰明？航空公司嘅大數據系統喺1年前就已經將香港嘅公眾假期入晒落去，而且系統係會跟住往年嘅數據精準預測到哪一日是出境最高峰。例如，如果星期5係窄溪，系統會由星期4嘅下晝開始，將所有香港出發嘅航班價格調校到不合理嘅水平。甚至乎，如果你將回程定喺長假期嘅最後1、2，大數據知道全香港嘅人都有喺嗰日返香港，準備第2日返工。回程機票嘅價格往往會比你提早1日或者遲1日返貴上超過1倍。所以想要破解你個失去時間，除咗有避開大旺季之外，最有效嘅方法係利用逆向思維去選擇出發日子。例如大家都想星期4收工即刻飛，你就偏偏揀星期5嘅下晝，甚至乎係長假期當日嘅下晝先飛。好多時當大部分人都已經去到目的地嘅時候，長假期當日出發嘅航班往往會出現短暫嘅價格低谷。同樣道理，回程互好，同人擠喺星期2玩。如果大家容許，揀星期1嘅周早返到香港直接返工，或者提早喺星期6返，爭機票嘅差價隨時夠你買多幾盒高檔手信。第4個最隱蔽，亦係最容易俾人忽略嘅失血時間，就係當航空公司大張旗鼓做所謂限時大減價或者大抽減之後嘅個幾星期。好多人一見到電視新聞或者社交媒體話某某航空公司推出1幾張免費機票抽獎，或者限時3日全線航線激減，大家就會好似執到寶咁蜂擁而至，衝入去個網站度搶。當然，如果你運氣好，真係搶到免費機票或者真正嘅特價平飛，你係賺咗。但你有冇諗過，個大部分要去搶飛嘅人，最終都係搶唔到嘅。當你搶唔到，但你理性嗰團想去旅行嘅河已經被撩起咗，你已經同公司請好咗閘，連去邊度玩嘅行程都開始緊緊。呢個時候你會點做？好多人就會心不甘情不願咁諗，算啦，雖然搶唔到特價，但普通位好似都唔係貴好太多，不如就買啦。更正就落入了航空公司嘅營銷心理圈套。大抽獎同埋限時大減價，品質上是一個巨大嘅引流工具。當成千上萬搶唔到平飛嘅人繼續留喺個網站或者 App 入面搜尋同一個日期嘅機票時，大數據系統一睇到，哇，突然間多咗10幾萬人收呢幾日去大阪嘅機票，系統就會自動判定呢個日子需求爆棚，然後就係減價活動一結束，甚至在活動進行期間就將非特價嘅普通倉位價格調高，結果就係你乘興而來，
雖然避開咗特價飛，卻在不知不覺間用了一個比平時更貴嘅被推高咗嘅價格買咗張普通機票。所以每當有大型嘅機票優惠活動還機之後嘅1到2星期內，如果唔係必有，千祈唔好急咗去買機票，等成個市場嘅熱度冷卻落嚟，大數據系統發現搜尋量跌回正常水平，機票價格先會回歸理性。講完呢，試個息缺時間，大家應該明白，買平機票根本唔會係靠清蓋處呢啲雕蟲小技，而係要掌握資訊不對稱入面嘅主導權。除咗避開呢試個時間，依家再傳授幾個真正實用由航空業內部流出嚟嘅反擊大數據千鉗美甲。第一招叫做交叉對比法。雖然話航空公司冇係靠曲奇針對你個人加價，但佢哋絕對會針對你使用嘅裝置里程同埋地理位置去進行價格歧視。大數據系統普遍有一個設定，使用最新款最貴嘅 iPhone 嘅用戶，或者由高收費地段連線進來嘅用戶，系統會判定批卡嘅購買力比較強，對價格嘅敏感度比較低。相反，用舊款 Android 手機或者由發展中地區連線嘅用戶，系統會覺得佢哋比較精打細算。所以買機票嘅時候，最聰明嘅做法是同時用2部不同嘅裝置，例如一部用你日常部電話，另一部用屋企部舊電腦，甚至乎可以用 VPN 將自己嘅 IP 位置模擬去其他國家，例如東南亞地區或者台灣。好多時候你會驚奇地發現，用外地 IP 或者用不同裝置睇同一個航班，因為大數據對該地區嘅定價策略互同，呈現出嚟嘅港幣折算價分分鐘可以差幾百蚊。第二招係善用獨立嘅第三方機票價格搜索引擎。查機票嘅時候，千祈唔好一開始就直擊於某一家航空公司嘅官網，因為你一旦在官網輸入個日期同目的地，你就等於向該航空公司暴露咗你嘅意圖，佢個系統就會開始追蹤你嘅連線。你應該先用一些大型嘅全球各個平台去進行橫向對比。喺呢啲平台上，你無單止可以一目了然睇晒所有航空公司嘅價錢，最重要嘅係呢，你平台通常有價格追蹤同埋趨勢月卡功能，你可以開急一通知，當系統大數據分析出呢，中機票喺未來幾日有機會下跌，或者依家已經係歷史低位嘅時候，佢會發電郵提醒你。利用第三方大數據去對抗航空公司嘅大數據，先至最合乎現代科技嘅做法。第三招就分開單人購買法，呢個係好多一家大事或者同好朋友一齊去旅行嘅人最常犯嘅錯誤。假設你依家想同屋企人一共4個人去旅行，你喺搜尋欄度1990幾咁輸入4位情人，然後按搜尋，系統出嚟嘅總價錢往往會貴過你預期。點解？反正我一開始講過自倉位概念，假設目前最平嘅 V 倉只剩返2張飛，而高一字貴300雲嘅 Q 倉有5張飛。如果你在搜索欄輸入各人，航空公司嘅系統為了確保你10個人可以買到同一個倉位嘅機票，佢唔會將2張 V 倉加2張 Q 倉咁樣混單賣俾你。相反，佢會直接將4個人全部打包放入去比較貴嘅 Q 倉裏面。結果就係你平白無故為咗其中2張飛，每人俾多咗幾百雲。正確嘅做法係先搜尋一個情人，睇下最平嘅價錢係幾多，然後再搜尋4個情人，對比下人均價格有冇變貴。如果發現人均價格變貴啦，就代表平倉位嘅數量不夠4張。呢個時候你可以分批購買，2個人一組，或者先買咗2張最平嘅飛，剩下嘅2個人再買高一字嘅飛。最後打電話去航空公司嘅客戶服務熱線，教佢哋將呢幾個訂單嘅座位編排埋一齊。用呢個方法，隨時幫你個家庭旅行省晒一筆豐盛嘅餐費。最後一招係善用中轉航班同埋多層次停留。好多香港人去旅行求快，一聽見要轉機就上手兼領圖，覺得浪費時間。但其實對於長途旅行或者某啲特定嘅熱門航線，選擇一啲中轉時間合理嘅航班，機票價格往往可以平到你戶身。而且依家好多中東或者東南亞嘅航空公司為咗吸引客源，只有你選擇喺佢哋嘅樞紐機場轉機，而轉機時間超過一定時數，佢哋甚至會免費送你一晚當地嘅星級酒店住宿，或者送你免費嘅市區1日遊導覽。你用一個咁平嘅機票價錢玩多一個國家，體驗多一種文化，呢啲先至是真正識得享受旅行嘅精明香港人會做嘅事。買機票從來都唔係一場靠運氣嘅賭博，而係一場徹頭徹尾嘅資訊戰同心理戰。
航空公司投入咗大量嘅資源去研發大數據系統，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用最高嘅價錢把機位賣給最需要嘅人。而我們作為消費者，唯一可以做嘅就是保持理性，摸清佢哋嘅遊戲規則。以後唔好再嘥時間去研究點樣清 cash 啦，將今日學到嘅4個濕血時間留記喺心，靈活運用計價工具同購買技巧。下次準備出發之前，坐定定喺星期二嘅深夜，用精明嘅眼光去挑選你嘅完美機票。祝大家以後次次出遊都可以買到超值平飛，玩得開心又慳得聰明。